大家好，我係3D 班謝可喬。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短道速滑呢一項運動。我學短道速滑已經有1年半嘅時間啦。我好鍾意練習溜冰，因為我覺得好有趣。每一次同其他人一齊比賽，我都覺得好有挑戰性。喺每次練習之前，我哋一定要戴好裝備，咁就唔會容易受傷啦。例如頭盔、護頸、防切割手套同埋冰鞋。練習嘅時候，身體要保持正樽姿勢，包括腳同膝頭指向前，放鬆背脊，前胸要貼住大腿，同埋保持重心穩定。正樽姿勢可以減少阻力，流得快啲。不過一開始真係覺得好難啊！但係習慣咗之後就好好多，因為教練話持續練習會建立到肌肉嘅記憶。最近我哋練緊交叉腳同單腳，呢兩個動作需要好好嘅平衡力同埋持續嘅訓練。我希望有一日我會做到啊！多謝你嘅支持。如果你鍾意呢段片嘅話，請你俾個 like 我或者 share 呢段片。